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在列王记上的第八章，整章讲到圣殿的奉献。昨天我们看到第八章的前半段，所罗门来迎接重要的约柜进入圣殿，而约柜的核心就是石板，也就是神的话。我们也看见所罗门对会众的祝福还有宣告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从22节一直到53节，是所罗门向上帝的祷告。二十，所罗门等以色列会众的面前，徛伫上主的祭坛前，举双手向天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天顶地下无一个神明亲像你。你对遐个一心一意顺服你的仆人守约是主爱。你有接受对你的仆人我的老爸代笔的应允，你亲嘴应允的，今仔日拢亲手实现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求你实现对你的仆人我的老爸代笔的应允。你有讲，你的子孙若亲像你伫我的面前谨慎生活，你的后代就会永远坐以色列的王位。以色列的上帝，你对你的仆人我的老爸代笔所讲的，求你实现。在这一章的祷告，可以对照是历代志下的第6章。12节到42节，在历代志下的第6章13节有提到，所罗门搭了一个铜台，而在那铜台上祷告，而且是双膝跪下。不过我们在明天的54节可以看到，所罗门是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，向天举手来祷告，所以是一致的。而且呢，在这两个祷告的记载当中呢，两个几乎是相似度非常的高，几乎都是一致的。但是在这个祷告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点。首先，我们看到23到26节，所罗门提到上帝的信实与超然，神是无可比拟，没有神可以与神相比。然后神是应验他的应许，他所说的话，说话算话。我们接下来会看见上帝他是无所不在，超越空间。我们来继续来看27节，上帝啊，你敢真正住伫地上，天甲天顶的天拢无够通互你住，何况我所起这间圣殿。上主，我的上帝，求你乐听你的仆人的祈祷恳求，听你的仆人今仔日伫你的面前会求告祈祷。愿你每日看顾这个圣殿，就是你讲你要临在的所在。你的仆人这个所在祈祷的时，求你听。你的仆人甲你的子民以色列这所在祈祷的时，愿你伫天顶，你住的所在听阮的祈求，赦免阮。人若得罪厝边，受逼着咒抓，伊来这间殿伫你的坛前咒抓，伊是无辜的。求你伫天顶乐听来办理，审判你遮的仆人，定歹人做有罪，照伊的所做甲伊报应；定无辜的做无罪，照伊的正直甲伊报应。27节、28节，所罗门知道上帝就算是天上的天也容不下神，何况他所建虽然是花了7年半，但这小小的圣殿怎么能够容纳得下神呢？但是这个圣殿最主要不是要把神关在这里，这圣殿要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从一个祷告的殿向神来祈祷。所以接下来呢，从29节直到结束53节，我们会看到一个关键字叫做垂听。垂听，那这垂听呢，就是透过这个圣殿在这里的人，向神所献上的，上帝能回应。那首先第一个垂听呢，是在29节，垂听谁呢？垂听你的仆人所罗门向此处就是圣殿的祷告。这个垂听在30节。垂听以色列的百姓向此处祷告的时候，求神在天上的居所垂听而赦免。第三个垂听是31到32节，人若得罪邻舍，那求上帝垂听。
当他在上帝的坛前，好，来到这殿，在上帝的祭坛前发誓，求上帝来垂听，定恶人有罪，定义人为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4个到第6个的垂听，33到40节。你的子民以色列若得罪你，互对敌拍败，因若反悔归向你，宣认你的名，搁伫这间圣殿对你祈祷恳求，求你伫天顶阿勒听，赦免你的子民以色列的罪，互因倒来你所想述因列祖的地。因若得罪你，你甲天关的目无落雨，你刑罚因的时，因若往这所在祈祷，宣认你的名，离开因的罪恶，求你伫天顶阿勒听因的祈祷，赦免你的仆人，甲你的子民以色列的罪。假使因行正直的路，搁落雨伫你想述因做产业的地，这地若有饥荒、瘟疫、火烧风、病害、草莓公，也是对敌围困因的城，无论有甚物灾害，有甚物大病，你的子民以色列中，若有人为家己的灾祸心艰苦，往这圣殿举手撇切恳求，求你伫天顶你徛起的所在，阿勒听来赦免因，帮助因，因为你知因的心，嘛只有你知世间人的心。愿你照因逐个人的行罪对待因，互因伫你想事愿列祖的地一世人敬畏你。第4个垂听是33到34节，这是一群得罪神的百姓。好，那但是当他们得罪神，却被神所修剪，好，他们来到归向神，来到这殿祈求的时候，求神垂听赦免。第5个垂听是35到36，好，垂听这些得罪神而遭遇灾祸的百姓。好，那当他们得罪神，使天闭塞不下雨，他们落向圣殿祷告宣认神，然后也承认他们的罪，求神垂听赦免，并且呢，把当行的善道来教导，来降下雨水给他们。第6个垂听是37到40节，讲到遭遇的灾祸，天灾人祸，有饥荒，有瘟疫，有焚风，有霉烂，有蝗虫螞蚱，仇敌围困，灾祸疾病。好，那当人一直到遇到灾祸，向圣殿举手，无论求什么，祷告什么，求神在天上的居所垂听赦免处理，因神知道世人的心，造人一切的来对待他们，使他们能够在列祖的土地上一生一世来敬畏神。好，所以这是所罗门向上帝的祈祷。接下来我们看第7还有第8个垂听，从41到45节。若有外国人不是属你的子民以色列的，因为听到你的大名、大权人的作为，甲你救助的手骨，对真远的所在来，往这个殿祈祷，求你伫天顶，你徛起的所在，听因的祈求，叫外国人一切对你恳求的来做。互天的万民拢会亲像你的子民以色列相款，捌你的名，敬畏你，搁互因知这圣殿是敬拜、求救你的所在。你的子民奉你的命令，无论出去什么所在，甲对敌交战的时，若往你所拣选的城，甲我为着你的名起的殿，对上主祈祷，求你伫天顶听因的祈祷恳求，互因得胜。第7个垂听是41到43，好，特别是为万民、为外邦人来祷告。当这些外邦人听到耶和华的名从远方而来，知道神的大名、神的大能，来向神祈祷，求神垂听，使外邦人能够认识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就有智慧的开端，也使他们能够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来归顺神。而第8个垂听是44到45节，就是为垂听这些征战当中的百姓。百姓不论是往何处与仇敌征战，但是当他们向神所选的城，或是所罗门为上帝的名所建造的殿祈祷，求神垂听，为他们伸张正义。接下来是最后第9和第10的垂听，46到53节。世间无一个人无犯罪，毋顾你的子民若得罪你，你对因受气，将因交互对敌，
甲因掠去对敌的地，无论远还是近，因若伫互人掠去的地回心转意，搁伫因受掠的地悔改，对你哀求，阮有罪，阮背逆，阮做歹。因若伫对敌掠因去的地，专心专意归顺你，搁愿你想事因列祖的地，甲你所拣选的城，以及我奉你的名起的殿，对你祈祷。求你伫天顶，你徛起的所在，听因的祈祷恳求，照公道对待因，搁赦免遐个得罪你的子民，以及因一切的罪过，互因对掠因的人得到怜悯，因为因是你的子民，你的产业，是你对埃及甲对主体的黑罗中救出来的。至悬的上主啊，求你开目睭看顾你的仆人，甲你的子民以色列，无论什么时对你恳求，求你听。你捌对地上万民的中间分别阮的列祖做你的产业，是照你带因出埃及的时，通过你的仆人摩西所应允的。第9个垂听是46到51节，讲到垂听这些认罪悔改的百姓，因为他们得罪神，神交给仇敌，把他们掳走，带到被掳之地。但是他们在那被掳之地回心转意，悔改，向神恳求，归向神。那所罗门求神在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，为他们伸张正义，饶恕得罪神的这些子民，赦免他们一切的过犯，使他们在被掳人的面前还能够得到恩惠的怜悯。好，这段经文我们会感觉所罗门在说预言啊，好，真的他的后代百姓好就被掳3次的被掳。好，后来也归回，但其实这不是所罗门的预言。好，早在400年前的摩西，好，利未记的26章，申命记的28章，都已经提过同样的警告，所以这并不是所罗门首创啊，摩西早就已经预言。那第10个垂听是52、53节，垂听一切向神求的人，包括所罗门，上帝的仆人所罗门和他的百姓，无论何时向神呼求。就算没有在圣殿当中求神垂听，把他们能够从万民中分别出来，成为神的产业，就如同当初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一样。所以今天这10个垂听是在所罗门建完圣殿7年半完工奉献的时候，他向上帝所献上的祷告。我们再来复习，第一个是垂听所罗门的祷告，第二个是垂听以色列的百姓的祷告，第三个是垂听得罪人的百姓的祷告，第四个是垂听得罪神的百姓的祷告，第五个是垂听得罪神而遭遇灾祸百姓的祷告，第六是垂听遭遇灾祸的百姓的祷告，第7是垂听渴慕神的外邦人的祷告，第8是垂听在征战当中百姓的祷告，第9是垂听认罪悔改百姓的祷告，第10是垂听一切向神求的人的祷告。这10个垂听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5个得罪，第一个是得罪人，后面4个是得罪神。我们会看到5个赦免，我们在历代志的时候也有分享过，这10个垂听，5个得罪，5个赦免，而里面还有几个关键字，就是伸张正义和慈爱怜悯。所以这圣殿最主要的存在不是一个建筑物，而是透过圣殿，人的心能够对齐对焦在上帝的心意，让上帝的话成为一面镜子来光照我们，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回转归向神，而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。所以本身不是圣殿，因为敬拜不是在基利山，也不是在耶路撒冷，是用心灵和诚实。而上帝要的是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人，不是来把我们这个人带到什么样的地方去敬拜。今天的金句在48节，因那伫对敌掠因去的地，专心专意归顺你，搁愿你想事因列祖的地，甲你所拣选的城，以及我奉你的名起的殿对你祈祷。那所罗门说，当他们想起神，不论如何什么样的情况，向神祷告，都是同样的答案，求神从天上垂听啊。
从他天上的居所来垂听。所以所罗门很清楚知道，这个圣殿神根本不住在这里，神是住在天上的居所。但是这天上的居所是透过地上的殿来祷告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。所以我们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，是尽心尽性尽力来爱神，也要爱人如己。我们看见呃奉献圣殿，并不能够保证百姓这个国家永远平安、永远顺遂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个圣殿的建造，是保证上帝他永远是一位公义慈爱的神，在他有伸张正义，他也要来施展他的慈爱和怜悯。而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反省，神是超越空间。他不住在人的手所住的殿，他是在天上的居所。但是我们能够来到殿来敬拜，是借着圣灵，借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。还有神也要我们去外展 outreach，就是关心外邦人，不是只有关心圣殿和圣殿的百姓，也要41节，神也关心这一切外邦人。而外邦人怎么样认识神，就是透过外展，把神的名传出去。让神的伸出来膀臂，神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和他伸出来膀臂，让外邦人能够来认识神。而今天这个经文也给我们一个学习，就是靠神得胜的秘诀，不是把约柜扛来，靠神得胜的秘诀不是把圣殿盖在这里。靠神得胜的秘诀是我们要不断的来回转归向神，做出选择，坚持站在上帝这边，不是把上帝拉来我们这边，而是我们要站在跟上帝同一边。最后祈祷，我们要感谢神，因为我们也都是罪人，神的怜悯使软弱的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看见所罗门他在献殿当中的祷告，也为今天的我们，为将来的世人，我们的下一代子子孙孙都在祈祷祈求。主啊，我们若不是借着祷告，我们没有办法来亲近你，但是你也应许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这完美的大祭司，因着他的献祭，他一次的摆上献上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你的施恩宝座前，能够得连续，能够蒙恩惠，更能够成为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。也求亲爱的主圣灵，你充满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在你的殿宇如何在上帝的殿宇住一日，胜过在世上千日。让我们能够以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上帝的话的亮光光照我们，让我们一生一世都有神的恩惠慈爱，一生一世都能够在你的愿语当中来亲近你，瞻仰你的荣美。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、祷告、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